Hello，6年班嘅同學仔，又係我奇樹啦！恭喜你哋，你哋已經完成晒所有呈分試。雖然咧，你哋個有啲同學仔啦，就有啲排咗位啦，恭喜晒你哋啦！有派位自行有 offer 嘅同學仔，恭喜你哋就輕鬆一大步啦。OK，未有派位嘅都唔使咁緊張，我哋凡事平常心啦。OK，既然你哋都考晒3次呈分試啦，OK，平常心面對埋今次嘅考試啦。當然呢個考試咧對你嚟講咧，喺未派位嘅話咧係一個保險嚟嘅。OK，點解咧？你哋跑好咗今次嘅試，有機會嘅話咧，真係唔好彩。OK，譬如派入一間唔係咁好嘅學校，你哋去攞去咧呢個成績表咧，就攞最後呢一次成績表去叩門。咁起碼咧都係話俾人聽，我上次呢次可能有機會失手，今次咧考翻好啲。希望咧全年嘅成績咧呢份成績表靚靚仔仔咁樣去俾人睇咧，收嘅機會再加埋你哋interview 個技巧啦，都有機會咧去考翻一啲好啲嘅學校。OK，咁所以咧今次咧都係一個保險嘅一個作用。OK，平常心去面對，希望你哋咧考入一間好嘅中學啦。嚟到6年班，好多同學仔咧都會開始學緊方程啦。OK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去到中一、中二、中三、中四、中五、中六，我諗方程咧都係對你哋啲未來啲5、6年啦，6、7呢6年咧都係好緊密噶啦。你哋不停咁去面對，不停咁去觀望。OK，所以咧點解嚟到最後一次都要教你哋方程咧？就係咁解啦。OK，好，事不宜遲啦。講最後尾啦，你哋而家咧應該會有一份咧小六奇 Sir 嘅，我之前咧喺我哋免費嘅分享嘅時候咧分享咗俾你哋噶啦。OK，亦都講入邊其中有幾題啦，我覺得咧都幾好嘅。OK，咁而家講啦。好，第11題先。第11題6.6加 m 除2等於8。OK，好啦，首先我哋要分開一組數喺方程嘅概念嚟講咧，我哋呢度咧可以分開2組數咁樣。第一組數，第二組數。OK，我同學仔咧冇呢個分開一組嘅概念，佢哋直接有 m 除2乘咗2先係唔得嘅。OK，因為咧佢係6.6係第一組 ，m 除以2係第二組，我哋一定要解決咗第一組數，即係解決咗前面呢組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依家前面係得一組啫嘛。6.6係冇話乘2除2加2減2。OK， 我哋一定要解決咗前邊呢一組先嘅。好啦，我同學仔咧6.6加 m 除以2咧唔識喎，又送個技巧俾你啦。因為而家係加嚟啊嘛，咁係咪可以將佢前後倒轉啊？OK，咁樣寫，你哋係咪會容易啲啊？又係咪？好多同學仔又係冇呢個概念咧，就做唔到啦，死啦！點樣做咧？你可以前後倒轉噶嘛。好啦，而家左邊加6.6喎，咁我哋要整走個6.6，係咪左邊加6.6？照寫出嚟先啦，加6.6減6.6啊。OK，好啦，左邊減6.6，右邊都要減6.6。咁所以咧就變成2.2，前邊就照寫 m 除以2。好啦，解決咗前面第一組數啦，而家咧 m 除以2咧就得翻一組咯喎。OK， 得翻呢一組咯喎，咁我哋咧就可以直接解決佢啦。又用另外一支顏色筆啦。好啦，除以2，咁我哋要整走個除2，咁即係右左邊就乘以2啦。左邊乘以2，即係右邊咧都要乘以2，咁所以咧 m 咧就會等於4.4啦。OK，第一 part 你哋要識分一組數，你哋唔能夠直接咁樣去乘以2嘅呢一 part， 直接m 除以2乘以2搞掂啦，咁樣唔能夠嘅。OK， 我哋要分開一 part。好，正如嗱呢題咧，我唔想太講解，但我要起碼知道啦。正如我哋呢度5R 呢度係一組，10.2係第二組，所以咧我哋要解決咗10.2先。我哋唔能夠咧呢一題咧直接呢一度咧話，我哋咧
錯誤示範咧就直接呢一度，可唔可以直接呢邊除5，右邊除5㗎？係唔能夠嘅。OK，我哋要解決咗容易啲嘅，即係一組組咧因為佢包含咗兩邊㗎嘛，又有5啦、R 啦，呢邊咧就係10.2啦，所以我哋解決咗10.2呢一 part 先。OK，好啦，跟住第二個學嘅概念咧就係括弧啦。好多同學仔咧去到呢一 part 括弧咧就唔知點處理嘅喎。括弧有兩種方式去解決嘅，第一種就係拆括弧，咁樣乘落去。好啦，3乘以 S 係變成3S， 3乘2.4 OK， 加就不變嘅啦，加不變嘅，3乘2.4， 3×4就12， 3×2=6， 7.2咁樣。OK， 呢一個咧咁啊後邊照寫啦，20.4呢一個咧係第一種方法，第一種方法係拆括弧啊，拆括弧咁樣。第二種方法咧就多少少同學仔咧，即係學校咧就多數教呢個方法，咁但係我都要講埋拆括弧嘅，一定要講嘅。OK， 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咧直接，因為佢係3乘括弧 S 加2.4啊嘛。好啦，我哋咧學第二種方法咯，我哋咧就分開一組組，3為之第一組，括弧為之第二組。OK， 所以咧呢一條咧，如果我哋要解決嘅話咧，就係直接成條數除以3。OK， 係除3，唔係除3啊！唔好呢一題咧嚇，好多同學仔咧講下除3啊。OK， 唔好計下條除咗件衫去啊。OK， 唔係除3啊，係除以3。OK， 除以3呢一題咧係除以3嘅話咧，兩邊除以3，所以咧係20。呢個係第一組 mark 低先啊。呢一個係第一種方法。第二種方法，我哋用紫色筆啦。第二種方法，紫色筆去寫。第二種方法係直接除以3，兩邊除以3咧就會冇咗，所以咧就會直接等於 S 加2.4就會等於20.4除以3。OK， 係除以3啊，20.4除以3，所以咧係直接6.8。所以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兩邊直接解決咗括弧前邊嗰啲嘢先。因為我哋要倒轉嘅括弧咧，理論上咧係第一 part 要解決噶嘛。我哋平時計算嘅話，第一 part 解決嘅嘢，我哋而家變成最後解決嘅嘢，最後先理佢嘅嘢。OK， 咁所以咧就變成 S 加2.4等於6.8。OK， 兩種方法咯。第一種方法就係拆括弧乘落去，變成 3S 加7.2等於20.4。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將括弧最後先解決。OK， 唔好理個括弧。解決咗括弧之前所有嘢先。好啦，舉多個例子俾你咯。第三種學咧，呢一題第15題就係第16題啦，最尾一題啦。OK， 第16題，因為我哋而家拆唔到括弧噶嘛，好似呢題咁樣啊，點拆啊？兩邊咧除 U 啊，咁啊仲複雜。同學仔咧就拗頭拗到啲頭髮甩晒。我唔係甩頭髮嘅，我係剪短咗頭髮啫。OK， 好，首先我哋要將百分數，即係括弧呢一度解決咗佢先啊，解決咗佢先。我哋因為咧呢一度咧，首先185% 減25%，我哋可以減咗佢噶嘛，係咪？頭先嗰個咧，因為有未知數就話減唔到啫，即係頭先第13題。有未知數 S 加22.4啊，解決唔到啫。但係而家呢度咧係可以處理咗佢先噶嘛，咁我哋處理咗佢先，可以計算嘅計咗佢先。好啦，同學仔可以將佢變做小數啊，我哋化為小數去計啊。185% 係咩啊？1.85減0.25 OK， 因為我哋移前翻小數位。OK， 1.85減0.25係幾多啊？1.6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而家咧用紅色筆寫翻條式出嚟咯。U 乘啊，去到後邊咧唔使寫成噶啦。OK，
U 乘1.6等於43.2。OK， 好啦，通常咧我都會同同學仔講，緊記啦，一係咧我哋要將百分數變做小數，或者將佢變做分數去作答，兩種方法都得嘅。1.6即係1有10%，或者1有160%啦，兩種方法都可以。OK， 兩種方法都可以幫你計算嘅。咁去到呢一 part 咧，咁好簡單啦。而家睇翻啦，前面啦，1.6U 即係1.6乘以 U 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兩邊咧就除翻1.6咯。OK， 兩邊除1.6咯。OK， 43.2除1.6，所以咧答案係等於27，所以咧就會 U 等於27啦。OK， 兩種方法得。嗱，今堂咧呢個方程咧講解咗幾樣嘢啊。一要識拆括弧，二要識分組，或者有括弧嗰啲咧可以直接計咗佢先，好似係咁樣第16題咁樣有括弧嘅，直接可以計咗佢。OK， 另外最重要嘅 part 啦，我哋要將百分數，因為方程咧6年班嘅方程咧係加入咗百分數嘅，只要你將啲百分數變翻晒做小數或者變做分數，就係咁簡單啦。OK， 好，今堂就講住咁多啦。另外少少廣告啦。OK， 去到6年班考晒所有嘢啦，咁咧我嘅 Zoom 堂咧完咗啦。但係咧暑假班咧6年班嘅暑假班咧會有啲咩咧？就係講中一嘅嘢啦。OK， 咁啊好多同學仔咧我都極力推介嘅，6年班係極力推介參加我嘅中一銜接課程。OK，Vision Call 一就係你哋要首先要知道中一要學啲乜嘢。OK， 聽完我講嘅預習班咧，中一預習班嘅話咧，好多時候咧上到去咧就會好輕鬆噶啦，因為你哋首先知道發生緊咩事。好多時候咧，有啲同學仔咧上英文Band 1學校咧，英文教咧唔明啦，唔緊要，你起碼首先聽咗我講中文一次先。OK， 我係廣東話授教，講咗用廣東話，你哋明白乜嘢嚟嘅先？中一你哋要學啲咩咧？首先有向數，即係正負數咩叫正負數咧？第二又係方程啦。OK， 你哋要知道咧，深少少嘅方程係會點樣去嚟，點樣去有啲乜嘢，有啲咩技巧。之後咧會陸續咁樣去教你，然之後咧會滲入少少英文。咁有啲同學仔因為咧，我係極度歡迎咧，有啲中文即係會中文學數啦，即係升上中一中文學數啦，或者英文學數嘅，你哋都可以一齊參加呢個課程。起碼你會知道咧，中一會知道學乜嘢，學咗之後咧，你就會好輕鬆。OK， 攞翻個掌握，你哋起碼咧唔需要咁擔心，同埋咧輕鬆學習好重要嘅。OK， 好，今堂講住咁多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